嗨，我係阿啤，呢度係一個讀書俾你聽嘅 channel，有啲可能你一世都唔會睇嘅書，我睇完讀俾你聽，你聽完又再話返俾人聽，咁就搞掂晒啦。莊子內篇第五，德充乎。魯國有一個人叫做王台，佢因為犯過罪，被斬咗一隻腳，身體有殘缺。但奇怪嘅係，跟佢學習嘅學生數量竟然同孔子門下差唔多。喺魯國，幾乎一半學生跟孔子，另一半就跟王台。有個人叫常貴，就好唔明白，走去問孔子。王台得一隻腳，又唔見佢教書，企喺度唔講嘢，坐低又唔同人辯論。但啲學生去揾佢之前，內心空空如也，走嘅時候反而好似好充實咁樣。係咪真係有人唔使講道理，淨係靠內在氣質就可以感化人？王台究竟係咩人嚟㗎？孔子聽完就話：呢個人係聖人，我都未夠資格去請教佢，我都想拜佢做老師，何況係嗰啲學問不如我嘅人？唔止魯國，我甚至想帶全天下嘅人去跟佢學。常貴更加驚訝，就話佢只係一個斷腳嘅人，德行都可以高過你，咁佢同一般人嘅差距咪更大？佢內心究竟有咩特別？孔子就解釋：生死已經係好大嘅事，但王台完全唔受影響，就算天地崩塌，佢內心都唔會起伏，因為佢唔靠外物，唔靠身體，唔靠名聲，所以唔會隨住萬物變化而動搖。佢睇得通世間變化，但依然守得住自己最根本嘅本性。常貴聽唔明，再問呢個意思即係點？孔子話：如果由分別嘅角度去睇，人體入面嘅肝同膽，分得好似楚國同越國咁遠。但如果由整體去睇，萬物其實係一體。王台就係咁樣嘅人，佢已經唔理耳目應該中意乜聲咩色，只係任由心神自由咁游走喺圓滿嘅德之中。佢睇萬物為一個整體，根本唔覺得有咩殘缺。佢睇自己冇咗嗰隻腳，就好似泥土跌咗喺地上咁，完全唔放喺心上。常貴又話：照咁講，佢只係修養自己，用智慧掌握自己嘅內心，再由自己嘅內心通達天地嘅道理。但點解啲人會自然聚埋去跟佢？孔子就答：冇人會用流動嘅水嚟照自己嘅樣，只會用靜止嘅水，因為只有靜先照得清。樹木嘅生命來自土地，但唯獨松樹同柏樹，無論冬天夏天都一樣青翠挺立。人嘅生命嚟自上天，但只有帝舜能夠端正自己品德，成為眾人榜樣。因為佢先修身，修好自己，先可以影響其他人。能夠保住自己本來天性嘅人，內心就冇恐懼。一個勇士，憑自己一個人，都可以衝入千軍萬馬。為咗名聲而成功嘅人，尚且可以咁勇敢，何況係嗰啲將身體當作工具，將感官當作假象，通曉知道同唔知道，連生死都影響唔到內心嘅人。王台就係隨時可以進入深遠境界嘅人，所以人哋自然會跟住佢。而佢又點會在意外在嘅事物呢？有一個人叫申屠嘉，佢因為犯過罪，被斬咗一隻腳，係個獨腳嘅人。佢同鄭國一位好有地位嘅大夫子產一齊跟一位叫做百分無人嘅老師學習內在修養。有一日，子產對申屠嘉講：我先行出去，你遲啲先走，或者你先行，我遲啲先走。第二日，兩個人又一齊坐喺同一間屋度。子產又再講一次：我先走，你等一陣，或者你先走，我等一陣。跟住子產忍唔住再講：而家我要走啦，你真係唔可以等一等先走咩？你見到我呢個做執政嘅大人都唔識迴避啊！你當自己係咩身份，同我平起平坐？
新陶家聽完就好冷靜咁答：喺老師門下冇話邊個係執政大人，邊個唔係。你而家係拎住自己嘅官位嚟睇唔起人。我聽過一句話：鏡夠乾淨，塵就累積唔到；塵一多，鏡就唔會光。長期同賢人一齊，自然唔會做錯事。你而家應該尊重嘅係老師，但你反而喺度高估誇大自己嘅地位，咁樣唔係太自大咩？子產就反駁佢：你已經變成殘廢，仲想同帝堯嗰啲聖人比？你自己睇下自己嘅德行，唔覺得應該反省下咩？新陶家聽完唔嬲，反而慢慢講：好多人會為自己嘅過錯辯護，覺得自己唔應該死，但好少人會選擇唔辯護，反而覺得自己唔配活命。明白有啲事係冇得揀嘅，然後坦然接受，當成命運，呢樣嘢只有有德嘅人先做到。如果你行入後羿射箭嘅箭靶正中心，正常一定會中箭，但有人冇被射中，嗰啲叫做命。好多人因為自己有兩隻腳，就笑我得一隻腳，搞到我成日好嬲。但自從我嚟到老師門下，每次嚟到呢度，怒氣都會消散晒。我都唔知老師點樣教我，但我個人真係變咗。我跟老師學咗19年，佢從來都唔覺得我係獨腳嘅人。而家你同我一齊學內在修養，但你竟然用外表嚟批評我，咁樣唔係太過分咩？子產聽完之後，即刻面色都變晒，覺得好慚愧，細細聲講咗一句：你唔使再講啦。魯國有一個人叫宿山無子，佢因為犯過錯，被斬咗一隻腳，成為獨腳嘅人。有一日，佢走去拜訪孔子。孔子一見到佢，就話啦：你以前做事唔小心謹慎，先會搞到今日咁嘅下場。而家先識嚟搵我，其實已經太遲啦。宿山無子聽完，唔覺得嬲，反而好平靜咁回答：我以前唔識嘢，做事魯莽唔謹慎，所以先失去咗隻腳。但我而家嚟到，係因為我知道人生有啲嘢比一隻腳更加重要。我想盡力保住嗰啲嘢。天冇嘢覆蓋唔到，地都冇嘢承載唔到嘅，我一直都覺得先生你好似天地咁值得依靠，估唔到你今日會咁講。孔子聽完即刻醒覺，仲好慚愧咁話：係我見識太淺薄，先生點解唔入嚟坐？我想再同你分享下我所知道嘅嘢。但宿山無子已經轉身走咗。孔子望住佢嘅背影，轉頭同弟子講：你哋要努力啊！宿山無子雖然得一隻腳，但係佢都仲想學習彌補自己以前嘅過錯。何況係想保存自己德行嘅人，更加唔應該放棄。之後，宿山無子去見老子，同佢講起孔子。我認為孔子其實仲未到智人嘅境界。如果唔係，點解佢成日走嚟向你請教？佢仲想博啲奇怪特別嘅名聲，但係又唔知道名聲對智人嚟講，反而係一副枷鎖。老子就話：你點解唔直接教孔子，將生同死睇成一樣，將可行同不可行睇成一致，幫佢解開副枷鎖，或者仲有機會行得通？宿山無子搖晒頭就答：嗰啲唔係人綁落去嘅枷鎖，而係自然加喺佢身上嘅刑罰。呢啲嘢點解得開呢？魯國嘅國君魯哀公有一日問孔子：衛國有個人叫哀抬他，佢個樣生得極之醜陋，但最奇怪嘅係，男人同佢相處會慢慢中意咗佢，唔捨得離開。女人一見到佢，竟然同父母講：與其嫁俾其他人做正室，不如做佢嘅妾侍。咁樣嘅女人有10幾個，仲不斷咁增加。但寡人從來冇聽過佢主動教人啲乜，只係人哋講啲乜，佢就互相呼應幾句。佢又冇官位，救唔到人命；又冇錢財，養活唔到人；又醜樣，講嘢又唔叻，連智慧都唔算特別高。但偏偏
男人女人都自然親近佢。寡人覺得呢個人一定唔簡單，於是傳召佢入宮。第一眼睇呢，真係醜樣到不得了，但相處唔夠1個月就開始欣賞佢，唔夠1年就好信任佢。啱啱好國家又冇主政大臣，寡人想將國事交俾佢，但佢又唔出聲，又隨便講啲推辭嘅說話，搞到寡人好冇面。最後都係決定將國事交俾佢，但冇幾耐佢就自己離開咗。佢走咗之後，寡人心入面覺得好空虛，好似再冇人可以同寡人一齊分享做國君嘅快樂。你話呢個究竟係咩人嚟㗎？孔子聽完就講咗個比喻。我以前去楚國，見過一群豬仔喺啱啱死咗嘅豬乸身上食奶，但過咗一陣，啲豬仔突然全部都好驚，即刻走開晒，因為佢哋發現咗隻豬乸已經同以前唔一樣，再唔係同類。豬仔愛豬乸，唔係愛佢個身體，而係愛佢嗰股令身體活動嘅生命力量。所以戰死嘅士兵唔需要華麗嘅武器陪葬，被斬咗腳嘅人唔會再珍惜鞋，都係因為根本已經唔同咗。侍奉天子嘅女人唔剪指甲，唔穿耳，娶咗老婆嘅男人只可以喺外面服役，唔可以再近身侍奉君主。連身體完整嘅人都已經有咁多講究，何況係德行完整嘅人呢？而家哀抬他，唔講嘢就令人信任，冇立過功就令人親近，想將國家交俾佢，反而仲驚佢會唔接受。呢啲都因為佢係一個才傳而德不型嘅人。魯哀公再問：咁乜嘢叫才傳啊？孔子就話啦：生與死，傳與亡，順境逆境，貧富，言與不言，毀謗同埋稱讚，飢餓寒暑，呢啲全部都係命運嘅變化，好似晝夜交替咁樣，人根本唔知點解會發生。但真正才傳嘅人唔會俾呢啲變化擾亂內心，外面點變，內心依然平衡、愉快、真實。佢日日夜夜都順住萬物而行，好似配合四季嘅運行，本來就係由心而發一樣。呢個就叫才傳。魯哀公又問：咁乜嘢叫德不型？孔子再答：水靜止唔喐嘅時候，先至最平靜、最準確嘅，可以用嚟做標準。真正嘅德都係咁樣，內心保持和諧，外表唔需要張揚。德行真正深厚嘅人，唔使表現，萬物自然都會走向佢。過咗幾日，魯哀公將呢番說話同尹子軒講，然後感慨咁話：以前寡人以為做國君就係靠法令同權力治理天下，日日擔心百姓生死，自以為好識治理國家。但而家聽到智人嘅說話，反而擔心自己修養唔夠，輕舉妄動，會害咗成個國家滅亡。而家寡人同孔子唔再係君臣，而係用德行結交嘅朋友。有一個人，佢個名好長，叫做殷冀之尼姆慎。佢又跛腳，又駝背，又兔唇，外表好古怪。佢走去遊說衛靈公，點知衛靈公竟然好鍾意佢，反而一見到啲外表正常嘅人，就覺得佢哋條頸太瘦太長，點睇都唔順眼。另外仲有一個人叫做甕罌大影，佢條頸生咗個好大嘅瘤。佢去遊說齊桓公，齊桓公一樣好欣賞佢，一見到啲普通人，反而覺得人哋條頸太幼，唔好睇。意思就係，只要一個人德行夠高，人自然會忘記佢嘅外表。如果一個人唔單止忘記容易被忽略嘅外表，連德行呢樣本來好值得執着嘅嘢都一齊放低，咁樣先至叫做真正嘅忘。呢一樣嘢叫做真忘。所以聖人係點樣生活嘅呢？聖人懂得遨遊，即係心靈好自由，唔俾任何嘢綁住。於是佢哋會覺得，太多聰明反而係禍根，太多規矩好似用膠水黐死人。
一味追求得到，只會引起爭奪。太多技巧，最後只係為咗圖利。所以聖人唔設計陰謀，仲邊需要用聰明？唔搞複雜關係，仲邊需要靠規矩黐人？唔怕失去，仲邊需要搏命爭奪？唔當自己係賣貨，仲邊需要諗圖利？能夠做到呢四樣嘢，就叫做天育。乜嘢叫天育？即係交俾自然去養育你。既然係自然養育你，仲邊需要咁多人工手段、算計同操控呢？呢啲人有人嘅身體，但冇一般人嗰啲情緒糾纏。因為佢哋有人嘅形體，所以可以同人群一齊生活。但因為佢哋冇被情緒牽住，所以是非對佢哋冇影響。所以細微嘅嗰啲只係令佢成為人嘅部分，偉大嘅係嗰啲令佢保住自然嘅部分。有一日，惠子問莊子：人呢，點可能係無情㗎？莊子答：可以係。惠子即刻追問：如果人係無情，咁仲算唔算係人啊？莊子話：道賦予人容貌，自然賦予人形體，咁樣點會唔算係人呢？惠子又問：既然係人，又點可能冇情感？莊子就解釋：你而家講嘅無情，唔係我講嗰個意思。我講嘅無情，唔係冇感情，而係唔好俾自己嘅喜怒哀樂去傷害本來嘅天性。即係話，人應該順住自己原本嘅狀態生活，唔好刻意去操控，去養生。惠子聽完唔服氣，又話：如果唔刻意養生，點樣保得住個身體啊？莊子就反駁佢：道俾你容貌，自然俾你形體，你只需要確認一樣重要嘅嘢，就係唔好俾喜怒哀樂去破壞你嘅天性。但你而家點做？你放縱自己嘅心神，日日消耗精力，靠住棵樹就大談理論，攤喺張台度就瞓到死死下。自然俾咗你個身體，你唔好好用，反而攞住啲堅白嗰類抽象理論，周圍張揚自己有幾叻。得充乎完。多謝你聽到最後喎。如果大家對本集嘅內容有咩意見，歡迎喺下面留言，一齊討論。如果你鍾意阿啤嘅製作，記得要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唔該晒你啊！我哋每逢星期三、星期六有新片，我哋有緣再見。